来拥抱我们，宝贵奇妙大爱。是的，主耶稣，你是陪着我们大赞美的神，对的，所有的赞美。在这个圣诞节的前夕，我们在代降节，所有的你所爱的儿女，大家一起聚集，要来同坐主的桌，一起享受从神来的救恩的记号。我们感谢你，今天有20多位弟兄姐妹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他们一生的救主，在今天要举行洗礼，我们为他们献上感谢。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同声感谢主，因为这是满满的恩典。我们新增的家人要一起在这边赞美、祷告、祈求，也愿意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是的，主啊，你配得一切的荣耀。愿神圣灵亲自带领我们今天早上所有的聚会以及洗礼圣餐，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来同心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弟兄姐妹，我们先欢迎哈，今天我们有20多位弟兄姐妹要参加洗礼、坚信礼、信仰告白。那我左手边这一区哈，是要给我们的受洗的弟兄姐妹还有亲人坐啊。如果我们小组长稍微看一下，看有同工还有参加受洗的有没有位置的，可以给他安排一下哈。我们原来弟兄姐妹如果有位置可以让一下，让他们坐在这一个区，等一下要受洗会比较方便。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谢谢。恭受上帝的话，今天的圣经节有2个地方，第一处是记载在耶利米书33章14节到16节，第二处是记载在罗马书第8章14节到17节。第一处的圣经，上主说：“时候将到，我要实现我对以色列和犹太人民的诺言。那时，我要为大卫兴起正义的枝子，他要在这片土地上以公平正义治国，在他统治下，犹大人民将安居乐业，耶路撒冷人享受太平。这城将被称为上主我们的正义。”第二处的圣经节，我们一起来。凡是被上帝的灵引导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因为上帝所赐的灵不是要奴役你们，使你们仍在恐惧中，
而是要使你们有上帝儿女的名分。借着圣灵，我们向上帝呼叫：阿爸，我的父亲。上帝的灵和我们的灵一同证实，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既然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就享有上帝为他子民所预备的福泽，也要跟基督同享上帝为他保留的。因为只要我们分摊基督的苦难，我们也要分享他的荣耀。接下来献诗。要请雅比斯小组，他们要献的诗歌是最珍贵的礼物。献诗完毕，请本会夏牧师来证道。他要证道的题目是后主降生，迎新家人。最珍贵的礼物。
谢谢我们的雅比斯小组用最珍贵的礼物来分享，感谢主，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迎接上帝最宝贝的礼物。第一个是要迎接主耶稣的降生，在下个礼拜天一起来敬拜，一起来感恩。第二个是我们用感恩心来欢迎今天有20多位我们的弟兄姐妹要参加洗礼，还有我们的信仰告白，还有小儿洗礼。我们用热情的掌声给他们欢迎一下，好不好？有挂这个名牌的，而且还有很多受洗的弟兄姐妹，他们的亲友也都来我们一起都摇摇手，可以吗？摇摇手，好不好？哎，拍手，拍手，拍手，感谢主。我们觉得教会有增加新的家人，心中非常的感恩哈。那我们要用神的话来勉励，一起来学习我们现在祷告。天父神，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恩典。我们看在今天的主日礼拜，满满的感动，是因为主你带领了20多位我们的新家人，今天要决志受洗。他们无论是信仰告白，或是成人洗礼、幼儿洗礼，他们是神所祝福的儿女。我们愿今天的聚会成为一个荣耀的聚会，满感恩的聚会，也能见证神救恩的聚会。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在我们今天有3个段落第一个段落，牧师用主的话来欢迎、来勉励我们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姐妹，还有信仰告白，还有坚信礼，还有儿童洗礼，我们4种模式的洗礼那个礼仪都是在第2堂都有了第二个是第3个就是我们要一起借由圣餐来见证神的救恩我们从这里去看见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家人今天的主题叫做后主降生迎新家人。后主降生，我们要先了解新家人有什么意义，是要看主降生的意义，先了解，我们就发现说，成为家人是何等宝贵的。不是一个普通的联谊会，说，哎，哇，今天增了几个会员，牧师为了健康运动，说参加那个桌球队，桌球那个俱乐部我们的他叫协会啦。他们就一直在邀请说你来加入我们的桌球有的是月缴的，有的是年缴的有的是季缴的一年份的缴的费用比较便宜那个是很松散的会员呢。我今天不参加，我就再见或是别的这个桌球协会比较设备比较好，我就加进去了人家也不再理你了，因为你根本就没什么关系，你有交钱不交钱比较重要但是我们要成为主的家人，那就太珍贵了。他的理由，我们在第一部分来分享。时间的关系，经文我们就不复习了，你们可以在周报里面看那第一个，是因为先知的预言，他说时候将到，诺言要实现。时候将到，诺言就是耶利米书33章所记录的。有几个点让我们做一个重要的要点的提醒第一个，先知耶利米呢，他有一个宣告。我们知道，先知耶利米的时代是以色列百姓遇到灾难的时候，是被掳的时候，就是等于是亡国的时候。那当然，他们最大的痛苦就是不能当一等国民是被异族异邦所统治的、所管理的他们没有自由。其实台湾，我们在这几百年来也常常碰到这种现象，就是别的国家来统治我们。那当时的耶利米这个先知，他的预言到底是怎么样去解读呢？第一个，上主对以色列和犹大人民应许的祝福要实现。我们想说，这个跟我们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嘛。但是如果你是当时的百姓，遇到苦难的百姓，遇到自己的国家被灭亡不能自己自由自主的时候，你会觉得感同身受嘛？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听到耶利米宣告，他们的认知是这样子的。他们说，在那个时候，上主要为大卫兴起正义的枝子，他要在这片土地上以公平正义治国。那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宣告，但是有几个线索。第一个，他说要为大卫兴起，
换句话说，他们心中最伟大的君王就是大卫王，是整个以色列的民族的历史当中是最高峰的时刻。他们认为那个就是他们理想中的国度，但是又已经亡国了嘛，只要缅怀过去嘛。所以当他们听到先知所预言的时候，他们就想说：会不会有一个新的、非常强盛的一个领导者带领我们脱离这个苦难？这是他们的期待。所以说正义的之子，而且是要正义治国，表示这个是很有强大能力的哈。那怎么实现呢？他说他的之子就是这个之子的统治之下，犹大人民将安居乐业，以耶路撒冷人民要享受太平。这城将被称为上主我们的正义。从这个文字内容，我们知道说，它就是一个国度的一个强盛的象征嘛，人民平安喜乐的象征嘛。那这个跟我们迎接主耶稣降生有什么关联呢？但是我们都知道，旧约很多先知在预言的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认知，他们是一个地上的国度，有一个英雄，像大卫一样，重新带领他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强盛、不被欺负、能够独立自主的国家。但是当我们遇到耶稣降生，这个故事就重新改写了。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等候，是在等候弥赛亚降临来救赎世人。早期就是犹太人他们这样的期待，哎呀，能不能有一位大卫的子孙来救救我们吧？他们就是一代一代传承哦，把这个故事一直讲哦，希望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典哦。他们是一直期待着，但是当这个历史的关键点的时候，这个弥赛亚来了，但是可能就不像犹太人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包括跟耶稣一起打拼的那群门徒，跟追随者，他们的心中的期待，跟耶稣所宣告的差异就越来越远了。所以呢，直到今天，犹太人他们还在等候，他们还在等候他们的弥赛亚，能够为犹太国来带领他们来拯救跟盼望。这个也无可厚非，因为犹太人在战后2次大战大概48年之后才重新建国。那他们这个建国跟他们原先的弥赛亚还是有差距啊！他们现在还在为他们自己的生存打仗，对不对？北打那个黎巴嫩南打那个哈马斯，哇！为了自己的生存就是一直在战斗但这个跟他们所期待的犹大的之子，这个大卫的之子有什么不一样啊？他们还在现在这种期盼当中。不过，当耶稣降临、耶稣降生，基督徒却已经确信了，这位弥赛亚、这位大卫的之子是要带来整个属灵国度的统治了，不是一个小小的以色列这个土地的掌管者，而是全世界所有人类的救恩，他属灵的国度被他掌管。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就等于说，弥赛亚早已经到了，但是现在在这2000来还是一直在拉扯。犹太人他们一直在期待他们的弥赛亚，但是基督徒的国度，包括整个世界好几十亿的人，就已经每一个年度在圣诞节的时候在庆祝主耶稣的降生。所以有一个很矛盾的概念，就是上帝早已准备好，要在等候，要施恩给我们，就是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不过犹太人他们还陷在那个困难当中，没关系，但是基督徒已经发现了，原来主耶稣在我们当中，他带来的救恩，就是今天我们邀请弟兄姐妹、新的朋友加入教会这个重大的关键。这关键就是以赛亚书30章18节所说的，上主还在等待，他要等候施恩给你们。我们原先以为说犹太人就一直在等待他们的弥赛亚嘛，原来是神在等候我们。还有包括我们也预备好在等候他的时候，就是连接到了，他要怜悯你们，因为上主是公正的上帝，信靠的人多么幸福啊！就是一个对应嘛。
上帝已经备好，就像一个爱百姓的父亲，他愿意将最好的给他们。但是，你要不要去接受？你要不要去领受？你要不要得这个恩典？那叫对应之后，他说：“信靠的人就有幸福。”哈，感谢主。我们今天呢，第2堂礼拜啊，有20多位弟兄姐妹要加入我们的教会啊，算一算，一共有30位了哈，人总数是30个弟兄姐妹，还有小朋友要加入教会。那我们刚刚讲说，上帝把这个弥赛亚救恩给世人，他说信靠人就有嘛。但是你今天来加入教会受洗，那到底它的连结点在哪个地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哈。今天这个洗礼就是一个关键。洗礼这个圣典是奉主的名受圣灵的洗。等一下你们在观礼的时候，知道说牧师就是在盘子抓了一点点水为这位弟兄或者姐妹按手就结束啦，简单还不到10秒吧。但是这个简单的动作是在宣告一个很重要而且是属灵的意义，就是也是奉主的名让圣灵为你施洗，等于圣灵为你做了一个记号，做了这个重要的记号。这个记号到底在哪边呢？是从此你就是被接纳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你以为说这我在家里面都有爸爸妈妈，还多了上帝的儿女，有什么差别呢？它的差别大了，因为你要承受上帝所赐的恩典、祝福跟产业。除非你觉得这个跟你无关紧要，你不愿意，但是这个最重要的产业是包括永生的生命，那就是不是小事了，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解说成为家人的缘由。今天我们说迎接新家人，对不对？他们可能平常就跟我们熟悉了，我们大家打成一片大家好朋友吃吃喝喝都有了。为什么今天这个特别的这个点，他们就成为新家人？因为它不是一个 social 的概念，不是一个成为一个 club 的概念，不是成为会员的概念，是一个真正属灵的家庭的概念。所以他说，凡是被上帝的灵引导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这句是罗马书这边所写的。换句话说，牧师不是说我们这个洗礼吗？就奉主的名给你施洗，不是牧师有什么魔术，或是那一滴水有什么特别，是因为宣告主耶稣他亲自宣告说，你要奉我的名洗礼，要奉我的名。所以牧师说，我奉天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灵上帝为你施洗，是因为他的能力要把你认定，你就是成为他的儿女了。好，成为他的儿女有什么特别呢？好，如果说这个家庭这个零零碎碎破破烂烂的，成为这个家的儿女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可能有人不想要。但是你如果说，为什么我们在台湾有很多家族大家族这个1000亿的家族哇，一大堆人抢着要当他的儿女，对不对？我们不是看到有一些企业家啦不小心娶了3、4个哇，儿女一大堆平常都相安无事，但是这个长辈过世了，哇，糟糕！突然间冒出好几个，说我也是他的儿子，我要继承财产。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有利可图他觉得要得到这个资产要认定是他的儿女但是也有人根本不甩这个儿女的身份我们在圣经里面记载一个，路加福音记载一个浪子，对不对？他跟哥哥2个人在这个父亲的照顾之下享受很快乐，但是他觉得不满意，他觉得我如果自己来我自己掌权的话，我可以做得比爸爸做得更好，所以他就要求他父亲把财产分给他，然后就是远到他乡，他说你要看我成功回来没想到出去外面哎呀，遇到坏朋友啦不会管理钱财啦所以把所有的钱都花掉了，哇，糟糕，落魄潦倒，只好跟猪来抢吃的。你看人
我想比流浪汉还严重，对不对？流浪汉总是还有一些人的吃的东西，他竟然跟猪来抢吃的东西。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发现说：哎呀，原来当我父亲的儿子是多宝贵啊，对不对？所以他圣经怎么说？路加福音他怎么说？他说：这个时候我要回到我爸爸身边。我现在不敢当他的儿子了，我只要当他的奴隶就够了。当他的那个仆人，我只要有一口饭吃，至少比我在外面落魄潦倒好。你看，前后差异那么大。爸爸在家里面享受福乐，他不要，他就是故意要自己出去，不看重他儿子的名分。但是当他发现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他才知道，连当他爸爸的仆人他就很乐意啦。所以他只好乖乖的回到父亲的家。父亲没有把他看成奴隶啦，他说：你是失去又得到的，获得的，所以把他拥抱。虽然脏兮兮的。这个故事是耶稣讲的故事啊。那这个故事在讲什么？就在我们今天这个情境。当你看重这个儿子的名分，你就发现说：哇，你这个身份是不得了啦。这段经文说：上帝所赐的灵不是要奴役你们，使你们仍在恐惧中，而是要使你们成为有上帝儿女的名分。借着圣灵，我们向上帝呼叫：阿爸，我的父亲。阿爸是一个非常尊贵的名称，是很亲切的名称。但是你知道不能随便叫啊，对不对？你到外面去随便叫阿爸，人家说你在干嘛哈？好像台湾人两个习俗，一个是不能随便下跪，也不能随便叫人家爸爸。但是为什么这个阿爸的称呼会非常重要？因为他说，上帝所赐的灵，当我们奉主名受洗，圣灵进入到你里面，他就要让你成为上帝儿女的名分。话语讲一段很短，但是那个意义是多重大。因为他说，所赐的灵不再奴役你们，就是不会让你们在罪中当奴隶啦。你被解放了，你被释放了。刚刚不是说耶利米在先知在预言吗？说他们这个大卫的枝子要来拯救他们吗？让国度平安吗？那换句话说，我们在属灵的国度，我们也会被罪所奴隶，会被一些私欲捆绑，一些软弱痛苦所捆绑。但是当我们成为上帝儿女的时候，圣灵会帮你除去这个恐惧，有这个儿女的名分。我刚刚说儿女的名分多重要，这位浪子的经历就知道了。那些财团大富人的儿子就知道了。但其实要成为这个身份是不简单的啊。最近不是川普当选美国的总统吗？下一任的总统准备1月要就任了。然后他在竞选的时候，他第一个最大的一个政策就是说，他要再把所有的非法移民用强制的手段把他赶出去。哇，那些好不容易千辛万苦躲藏到美国的那个各角落的这些非法移民，他们真的是能够抓得蛋。也不止要被抓，而且要被遣送回国。那甚至他们曾经里面有一些犯罪的就要被惩罚。那为什么很多人千方百计就是想要越过？特别是在墨西哥跟美国的德州有一些交界的地方，一大堆人抢着要越过去。虽然有墙有围篱，他们就抢着要去。如果美国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赚不到钱的国家，生活很难过的国家，谁会想着要去？我们有些人要到东南亚比较落后的国家，是到非洲的国家，请你去你都不想去观光了，何况要偷跑过去。所以，这个美国人的身份，很多人很重视，所以他们抢着要去啊。但是他说你非法的，我要把你送走。基督徒要成为上帝的儿女，是光明正大，而且是荣耀的身份呢。而且重要，你看下面的文句他说：“
上帝的灵和我们的灵一同证实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换句话说，现在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大部分都不是有什么亲戚关系啊，没有一个我们肉体上的那个血缘的关系没有。但是因为圣灵奇妙的引导，我们在主里面，你我有一种属灵的血缘在，所以我们会彼此称呼弟兄姐妹，成为一家人。特别我们在小组有那个亲密的时间，大家觉得，哇，在小组里面哦，有时候比朋友圈还更感动，因为大家出于诚意、出于爱心、出于神的教导，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带导、彼此关心哈。我们这边有一位新朋友要受洗哈，特别是坐在前面这位姐妹哈，她是我们的佳瑜姐妹，她是因为在网络上看到我们的密珍小组长举办一个手作班，她就纯粹想说，我来参加手作班哈，这个蛮，你知道做那个手作哈，非常疗愈啊，很多人想专心做那个事情，她纯粹只是简单想要来参加而已。没想到，他在参加这个过程当中，有一次回那个宜兰哈，不小心从楼梯摔下来，哇，受伤到脚。照理讲哈，要参加这个活动还受伤干脆不去啦，有没有缴钱不管了，好，不去了。但竟然他受伤还一直来。他刚刚跟牧师讲说，他就是感受到我只是参加一个手作班，一般社会上一大堆这样的活动嘛，但是你们的小组就是这样的关心我，你们小组就这样的接纳我，而且为我解除很多的烦恼跟忧虑。那所以重点是在这里，我们彼此真的没有肉体的血缘的关系，但是记得圣经说，上帝的灵和我的灵一起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换句话说，上帝已经发出这个邀请了，但是你如果灵上没有接纳，好像这个不对焦嘛，对不对？好像那个频率没有对上。但是你一旦接受了，你说原来我就得到这个宝贵的身份我是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借由圣灵让我们有一个属灵血缘的关系的家人那这个第三点牧师有漏掉，因为这个没有重贴到，对不起。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一起继承了神的儿女是一个宝贵的身份。再来就是继承，在我们的经文里面有他说第17节，他说：“既然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就享有上帝为他子民所预备的福泽，也要跟上帝同享上帝所为他的保留的。”这些话比较属于中性的话语。台语的圣经，你们如果周报可以看得见台语圣经有写他一共连写了3次是什么呢？他说：“既然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就是做继承人，是上帝的继承人，是跟基督同样做继承人。”重点在这里。刚刚不是说一些有钱人的儿女都抢着要当继承人了，因为能够得到多大的利益啊！但是基督徒最大的继承，是因为上帝国度的恩典，你有份了。而且唔惊你伤济啦，我们是说哇，儿子2、3个，大家抢分了，分成3份5份、6份，分都稀释掉了。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这个问题。而且他说，我们跟基督基督的救恩有什么，你就有什么。我们一起在主里面成为一家人。所以呢，最后一点是，我们分担基督的苦难，也要分享他的荣耀。但是我们跟主耶稣是祸福与共，主耶稣他享受的荣耀，也要跟他的一起成为儿女的弟兄姐妹一起享受荣耀。所以今天我们欢迎这群新家人，请你记得，受洗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仪式，而是因为你被圣灵印记了，做了记号。这个记号是永久有效的。而且是神的恩典，要让你成为继承人，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在富强教会成为一家人，在我们整个国度、全世界的所有信主的人都是成为一家人，然后享受到这个上帝的恩典，成为他的继承人，享受这个祝福。今天我们洗礼完要领受圣餐，这个圣餐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领受圣餐的人，大家都同样有份，因为我吃这个饼，你也吃这个饼，没得分大小。喝这个葡萄汁当成代表主耶稣的宝血，你有份，我也有份，等于又是领圣餐，就来证明我们是继承人的身份，不用去法院去宣告，也不要去验血议，不用，是因为主圣灵亲自跟我们作证，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期待我们一个小组在迎接这群新家人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在小组里面让他们知道这个身份是何等荣耀跟珍贵的，而且你要去借由你的灵修跟你的参加教会聚会，你去印证这个身份，因为是要体验才有的，不是牧师讲的我有有在哪里啊？是印证了你经历神的恩典，在你的生活、在你的生命、在你的工作、跟你的家人当中。所以有一首台语的圣诗，但是也有国语的歌词，叫做“我们成为一家人”。圣诗527首，这首诗歌它的一个主题就是说，我们成为一家人，是因为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的儿女。这段歌词呢，等一下我们要来唱一下哈。他怎么念呢？他说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的儿女。那一直重复。那第二段说，因着耶稣得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主耶稣受丰盛的产业。我们要请大卫弟兄帮我们起个音哈，我们来一起唱这首诗歌好不好？来，有麦克风的可以帮忙一起带，一起来。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一家人。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享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同享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得受丰盛的产业。哈利路亚！给隔壁祝福一下，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是一家人。好，感恩的时刻，我们真的是迎接新家人哦。这时候牧师做一个祷告，我们开始做预备。我们请长老还有同工开始预备，等一下要带领他们到前面来做誓约、做洗礼，愿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我们心中是何等的兴奋，何等的感恩，因为我们今天增加了30位新家人，他们是在各行各业从各地来，但是跟我们因为经历了圣灵的同在，他们就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成为神的儿女，而且同作继承人。这个继承人是属灵国度的所有的权柄，要赏赐给我们。我们要跟主耶稣一起享受荣耀。主啊，愿你坚固我们这一群新家人的心，让我们知道他们成为神儿女的身份是何等的珍贵，而且是主耶稣用宝血所挽回的。是的，主啊，在以后的过程当中，他们今天成为新的属灵的生日，所以他们要重新成长，在主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愿神亲自赐福这个圣礼点，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要来唱一首这一个受洗的诗歌哈。你爱永不变，我们请同工也可以拿麦克风一起帮忙唱。在唱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牧师先念一下，名单很多就简单念过哈。就是我们有受洗的，有成人我们的信仰告白的，还有我们的坚信礼的。我们洗礼的部分站在第一排我们的成人的信仰告白跟坚信礼站在第二排，因为他们不用洗礼的程序哈。我来念一下哈。李博元、郭嘉瑜、陈延轩、陈燕、
冯真瑜、王志全、张雅伦、吴玉德、叶玲琴、林淑玉、李怡轩、陈梦珍、汪凯瑞、汪凯瑜、杨轩安，这些都是所以等一下长老会帮你排一下次序。那我们的信仰告白有陈前和、王贞菊、廖杏珍、韩淑瑜、王伯全、郭义军、汪正龙，好，还有一个坚信你的李日恩等一下唱诗歌的时候就到前面来刚刚有人已经迫不及待跑上来了，没关系，跑上来没关系，好，一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唱这首诗歌。来起来了，开始了。再一次。你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用最深。或伤心，或凄美，或胜利，或失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我深深在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上天，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你爱永不变，再一次。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地吻我心。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上天，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哈利路亚，感谢主哈！我们看到那么多弟兄姐妹在这里要预备，谢谢，要预备成为神的儿女，实在是心中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哈！好，我们接下来程序牧师会一个做宣告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刚好都有出席吗？有没有？都有好，谢谢。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听主耶稣所做的宣告，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一个感恩的时刻，因为我们遵循主耶稣的意思，接受洗礼，信仰告白，坚信你，为要成为上帝国的儿女。你们是有福气的人牧师跟所有的弟兄姐妹跟你们一起感恩庆祝。愿你们坚定你们的信心，决志接受。所以牧师这个时候要请你们回答牧师所问的。如今你们要受洗，你们要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回答我所问的问题，来告白你们的信仰。我们可以看荧幕或是听牧师所说的。你们如果接受，就写相信；第二个愿意；第三个愿意，这样子可以好。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吗？阿们。第二，你们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吗？愿意。第三，你们当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哈利路亚，感谢主。这时候我们要举行洗礼，我们请长老跟谢牧师一起来帮忙。
叫到名字哈我们可以到台上来。但是如果你的膝盖不方便，你就说我不能跪的，我要用站的，我就牧师就用站的帮你施洗，可以吗？好，一个一个来哈。李博元兄，来，李博元来，请来。要跪可以哈，好来跪下来，跪直的，从这边面向这边照相比较好照啊，来跪了，谁起 ？OK， 小心啊。OK。李博元，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好，请起立。来，第二位郭嘉瑜，我们到那边去，你下来。嘉怡，我们站着就好。嘉怡在这边哈，来前面一点就好，前面一点好，可以。郭嘉瑜，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好，来，我们请严先到上面来，严先走到上面，走到台上来，严先来。她是我们嘉怡的女儿哈。年轻哦，来，请来，慢慢的跪下来 ，OK。陈延轩，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好，请起立。程燕姐妹，好来，小心，可以吗？轻轻的，好，慢慢来，好，这样可以，来。程燕，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洪真宇，这里，好，来，好。洪真宇，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阿门。感谢主，来。再来是张亚伦，对，亚伦先对。张亚伦，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来，王志全哈，好。王志全，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来，叶灵琴老师，来，叶灵琴，来。叶灵琴，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谢谢。再来是吴玉德，吴玉德，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感谢主。好，我们的淑玉姐妹，方便吗？后面跪哈，可以，好，来，小心来。林淑玉，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谢谢。再来是怡轩，你方便跪吗？可以吗？我们就站着就好，好不好？可以吗？慢慢来啊。轻轻的来，轻轻的也可以吗？可以哦，轻轻的，好来。好。李怡轩，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来，慢慢站起来，慢慢好，一手，好，轻轻走。再来是陈梦珍姐妹，梦珍，陈梦珍，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
来站起来，来小心。再来是年轻的3位年轻的朋友哈，汪凯瑞，凯瑞，来，这跪下跪下，来小心小心，来，这个水要抬高一点。汪凯瑞，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阿门。来，好，妹妹汪凯瑜，凯瑜。OK。汪凯瑜，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我们还有一位杨宣安，宣安，来，好，可以 ，OK 哈。杨宣安，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好，谢谢，感谢主，感谢主。很感谢主，心中很感动，我们会友也很激动哈。他们受洗已经被圣灵所印记，他们要加入主的教会，也成为上帝国度的一份子。牧师这个时候要来做宣告：愿是平安的上帝使你们全然成圣，愿你们的灵魂和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在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现在你们已经告白你们的信仰来受洗，我奉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富强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成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及新约的恩典。我们一起来感恩祷告。全能的慈悲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如此大的恩典，以这个圣礼点接纳你的儿女进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他们，恳求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坚固他们，以你的恩典使他们结连于基督，得主的充满，永远在你里面遇到试探，保守他们，使他们在信仰上打美好的仗。愿你能力扶持他们的软弱，保守他们安稳在主的爱里，使他们一生一世能服侍你。所以我们真的感恩，因为借由洗礼，圣灵应许要成为他们的上帝，也印证了他们成为神的儿女的一份子。我们一起同承受产业，成为继承人，成为神国度的一份子。主啊，这是何等珍贵的身份！愿神圣灵亲自带领他们，他们一步一步更加的挖深他们对信仰的认识，让他们一生走在神恩典的道路，也一生能够看见神的祝福在他们身上，以及他们所接触的人的当中，也让他们能够勇敢愿意为主做见证，因为他们亲自体验了神的救恩，也将这样救恩分享给身边周遭所有的亲朋好友以及同事同学。愿神祝福他们每一天都活在喜乐跟平安当中，见证神的祝福是确实的，是明确的，是恩典满满的。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感谢主，感谢主。好，我们请全部的我们的弟兄姐妹请向后转，可以吗？向后转。好，因为人太多了，牧师念名字，你举一个手，看牧师记忆力多好，给他们介绍一下好不好？来，我们从名单开始，李博元弟兄举手一下。照理讲，你们第二排的站上来，第二排的站上来，这个对，站上来阶梯好不好？站上来阶梯来，这样你不用哈，这样才看得到你们嘛，对不对？对哈。博元兄他的夫人叫黄千芳，有没有来？来站起来的，还有孩子。对，恭喜千芳是我们好像是第一期、第二期幸福小组的姐妹，第一期她是真的是第一期毕业生，然后她的先生看见她的改变，所以这一次也参加了我们的这个密侦小组乐活共学，所有学员都是女生，只有一位男生，就是我们的博元兄，他没有这样就害羞不敢来了所以他这次受洗，全家受洗，我们感谢主。他本身是从事养殖业，
就是三八嘎鱼，捌吃过不？啊，台南的虱目鱼很出名啊，它就是专门做这个产业的。来，第二个，郭嘉瑜摇摇手，就是刚刚我们受伤的这位嘉瑜，还有女儿严轩摇摇手，严轩摇摇手，好。刚刚牧师特别以他们做代表，在讲道的时候分享了我们的嘉瑜。我说你怎么会来参加这个乐活共学呢？他说看网路的，看网路就可以得救。你看那点而且是在他就在学习当中受伤，但是神没有丢下他，而且他也很执着。受伤还是坐轮椅来参加共学，所以现在他不只是跟大女儿一起来受洗，等一下小女儿也要做小儿洗礼，真是一家归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再来是陈燕，摇摇手，陈燕在这里他是底波拉小组如果等一下听他讲话，他有一个这个荷兰腔。因为他是荷兰来的先生在哪边？先生在哪边？有没有来？有在那边先生是香港来的我们真的很恭喜他他的女儿叫做启南，等一下要小儿洗礼小儿洗礼真的是一家在我们这边。我们现在我们香港大陆来的越来越多了，我们有香港籍的都在这边我们可以成为香港团契了感谢主谢谢。再来是要大声一点，洪真宇。洪真宇是基顺小组在哪边？好，在那边是提摩太牧区。他因为参加聚会太热情了，他要两个小组才够。他在台南没有什么亲人，他是新北人呢。但是听人听说在成大读书读到很高兴，就想要留在台南了他现在是成大的是什么？是化工。他说一定要讲硕二就等于准备要上职场了，准备要上班了他上班也要再留在台南。感谢主听说台积电在等他赶快毕业，感谢主好，恭喜你现在他很活，我觉得跟他讲话他很活泼，很热情。我希望你成为基顺小组还有这个提摩太牧区的一个领头羊，好不好？好，加油加油！再来是我们的王志全弟兄，王志全，鹰展小组，参加鹰展小组，他是负责公安的工作在鹰展小组得到很多人的关心。你看他身高是最高的了就参加我们的小组，希望大家为他们继续祷告继续为他祷告，感谢主。再来是张亚伦，亚伦，他是武力幸福，好像也参加48，对不对？有参加48引导来参加我们的幸福小组，也参加武力幸福，我们恭喜他他也带一个可爱的小朋友常来参加聚会，这段时间就已经来了好，再来介绍一位比较资深一点点我们的叶玲琴老师，举手一下。他是中华医大的体育老师退休，你看他的体格就知道了他是体育专家他不只是会教了还会带他是我们的这个胡老师的同事，胡老师在哪边？胡老师在那边他其实他说很早就接触教会了，不过这一次他下定决心要受洗，而且他说我不止受洗要高兴，要带一大票人来祝福他。我们请叶老师的亲友团起来摇摇手好不好？亲友团来，摇手的都是有涂小腿从嘉义来的，还有从嘉义来的，嘉义来是哪一位？好，在那边从嘉义来的好。我们可以看到说叶老师他把这个事情看得非常重大，因为他是今天属灵的生日
愿神继续祝福他哈。他说他平常住家的楼上跟楼下都是基督徒。我说现在你把中间填满了哈，整个大楼都是信主了哈，感谢主。来，再来是吴玉德，来拍手。先介绍他的女朋友，叫做郭义君，在哪边？这是因为义君有很早就受洗了，义君他本身是从事补教国文的老师，然后跟玉德一起做同伴之后呢，他就带领他来富强教会，富强教会又加入了我们的喜乐小组。他其实参加小组一段时间了，后来又参加我们的那个幸福小组所以他这次要决志，要受洗，而且呢，他准备开业做餐饮做餐饮的。他本身原来是奇美的大厨，现在自己开业了。听说要做早餐的，到时候在哪里开店，让我们知道一下好，恭喜他。再来是我们的。爸爸有来吗？来，爸妈有来，好来，欢迎哈。再来是林淑玉姐妹，淑玉姐妹在这边摇摇手。淑玉姐妹跟我们的子兰执事是朋友，好朋友。然后他们在第一期的幸福小组。淑玉姐妹就先邀妈妈来了，妈妈有没有在这里？丽云姐妹今天没上来，她脚比较不方便，有没有？好，她的家人呢？好，家人来，请起来，让我们拍手欢迎你。虽然她比较慢受洗，但是一直很关心，也为那个我们的松年奉献，也为妈妈能够来教会费了很多的心血，表示他对这个信仰非常的认真这个时候说时候到了，他就决志今天来受洗。我们祝福他的工作，他是本身做地震方面的工作有关地震不清楚的，你家土地算不完的来找他他可以帮你解决问题谢谢他妈妈因为脚比较不方便，礼拜六来参加松年他礼拜天就在就近在大湾教会参加聚会，感谢主再来是来李怡轩在这里怡轩呢就是我们芷兰只想幸福业的 best 他全勤是第一个签名说要受洗的感谢主那我们也知道说怡轩呢之前来参加幸福小组那段时间身体也不舒服，本身看起来好像觉得就是很不舒服，脸色都非常的没有笑容，但是一次参加幸福小组，他就笑容越来越多，而且他找到一个力量神带领他能够超越一些困难得恩典得助。有没有家人来我们这边？有吗？没有好，恭喜你第15个陈梦珍在哪边？摇手一下。好，在这边梦珍。陈梦珍梦珍呢，她是我们信会小组，她跟妈妈一起来小组跟教会。品云姐妹有在这里吗？在第4期幸福小组的我知道梦珍呢之前刚刚从加拿大去那边打工还有读书回来我们为他再来未来的整个工作事业来祷告。再来好3位帅哥跟年轻人在这里。汪凯瑞好，今天呢他们大爆发兄妹。再来也顺便介绍凯瑜，还有介绍爸爸汪正龙。今天他们全家加入富强教会，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凯瑞的外公外婆都来了，还有阿公阿嬷都来了，来拍手欢迎他们来。妈妈也要介绍一下婉如执事
我们的凯瑞他现在是大学4年级哈，他大学4年级啊。我们的凯瑜是国贸1年级，大学1年级哈他们都外出读书，特别为了受洗，特别赶回来，真的很难得哈希望你们在外地呢有机会参加教会，继续去学习，参加团契哈。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杨轩安，轩安哈。来，先介绍一下他的爸爸妈妈，就是我们的杨伯律师跟李信怡老师，来拍手一下好。我们的轩安他很小的时候就参加我们的主日学，还有我们的青少年现在外出在中正大学读书，已经读3年级了我们期待他能够学有所成贡献这个社会，也在中正大学那边有美好的表现这是我们所有的受洗的弟兄姐妹。好，赶快我再介绍，还有我们的信仰告白信仰告白再介绍一下有7位。第一个是陈前和弟兄，还有他的太太王珍菊姐妹，他们夫妻呢也在别的教会受洗过，但是在2022年的2月。已经2年前了，就来参加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密侦小组里面现在呢，我们的前和弟兄呢，他是我们的国军的军官，专门开阿帕奇直升机的在我们台南而已啦但是呢，这个开直升机的身体体能什么都很关键他刚好年资到了，他觉得说他要退下来，所以预备退伍然后在民间公司工作。他们夫妻很热情，在参加我们密侦小组，我们恭喜他们2位再来是廖杏珍姐妹，摇手一下。好，我们的杏珍姐妹跟刚刚我们的郭佳宇姐妹一样，她也是看网络有这个什么手作班。他很兴趣手作他觉得很疗愈非常的专注他都参加了后来发现说哇这个教会太棒了，所以他不只是参加手作班，干脆把会籍迁到富强教会感谢主我们祝福他他本身因为很喜欢这个手艺方面的工作，所以也曾经经营过我们的什么叫做民宿也做这方面房地产有关的这个装饰方面的工作很有他的一个心得了我们祝福他一切事业都很顺利好，再来介绍我们的韩淑仪姐妹鹰展小组。好，淑仪姐妹的兄弟就是韩启志小组长，还有家人我们的这个鹰展小组很有活力刚刚我们的林琴老师也参加我们的鹰展小组他是在我们的这个借力幸福接受造就的感谢主。再来我们介绍王伯全弟兄感谢主，他是哪一个时候我们记错了？伯全是西道小组他因为跟我们的萧山弟兄是好朋友，对不对？然后就加入我们的西道小组一起参加感谢主再来就是我们的郭义军，来补介绍一下刚刚有夫妻档，有父子档这个是男朋友跟女朋友的关系，这是我们的玉德的女朋友对不对？是我们的义军，他是喜乐小组我们的玉德他是厨艺专家我们的义军呢是国文老师恭喜他来，刚刚有介绍过一次，不过还是要照程序讲。我们的汪正荣弟兄，好，
爸爸妈妈还有丈人丈母太太，还有2个孩子都来了哈，他们整个是一家人。今天最感恩的日子，等一下可以再补照一张照片哈，来祝福哈。正龙兄呢，他是在美国受洗的美国受洗的，他今天把会籍迁回到我们这边。好，最后一个非常珍贵的是谁呢？我们的李日恩，日恩在哪边？日恩，妈妈有没有来？妈妈有没有来？妈妈在那边哈。我们的燕皇的儿子，他是我们的自由车选手，自由车选手。他说准备要当国手了哈。感谢主，祝福他。他现在应该是高2高1而已哈。他常常在做训练，神祝福他。我们有没有漏掉的？有没有介绍的？还是觉得要再介绍一次的？有没有？对。对，你说，你介绍。原来如此，看他自己的头发就很漂亮了哈。感谢主。好，时间很宝贵，这个等一下我们请长老一个一个给他们握手，然后站在台上照一张相。还有包括2个小朋友，就是我们的千瑜还有妍要上来一起。不是千里，对不起，是我们的对，我们的我这个名单没有，我弄错了，对不起。对，我们的妍就是我们的程燕的女儿，还有我们的佳瑜的女儿哈。我这个名单没有写清楚，对不起。好，现在我们请长老来接纳，长老来接纳。有知道，我看到了。好，知道了，再上来吗？对，等一下握手完再上来。好，我们请2个小朋友，就是启南跟妍妍，这个我们的程燕，你站到前面去，跟女儿站在旁边，对，看得到。那个日恩，你站到上面来，你站在上面，这样你站在前面比较好照。好，来，我们长老到中间来一起来，我们请同工帮忙拍一张大合照哈。靠近一点，这样比较好拍。靠近一点比较好拍，好不好？来近一点，较挂了，较中哎，对，侧身。对，可以家人站在一起了哈，家人可以。那个我们的谁呢？陈妍有没有出来？跟妈妈站在一边，有没有？陈妍跟姐姐还有，好，来开始，我们把握时间了哦。爱心。自由发挥。好，后面还有一个要拍的。还有照相机要拍哈，专业的哦。谢谢。好我们亲友团要送礼物的，现在赶快过来。好，时间很宝贵哦，让开一点，绕开一点，我们可以让开一点，好不好？
回去再弄，对，又有新，对。感谢主，感谢主哈。好，我们等一下，如果要拍家族照片的、小组照片的，我们等一下再补拍。我们请我们受洗者先回座，先回座，请2个小朋友的家长留下来，小朋友的家长留下来哈。好，我们请启南、妍妍2位留下来哈，跟妈妈也留下来。啊，那个礼物先放到椅子上，等一下再拍，哦，哈，时间不够，我们等一下再拍。我们请那个启南的妈妈程燕、妍妍的妈妈佳瑜站到中间来，哈，那轻轻站就好，站到中间来，就这样好，面向小。来，我们请程燕带小朋友过来，启南来，东西先放着，寄给阿姑。寄给姑姑就好了，到前面来哦，哈。对，站到小朋友站中间好了，妈妈站旁边，对，好，啊，把这个名牌拿正着，好，啊，再过来一点点，你们，好，可以，好，弟兄姐妹，啊，我们除了大人以外，有2位可爱的小朋友也要受洗哈，啊，我们现在就是为他们做祝福哈，牧师先做报告。有人带小孩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不高兴哈，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就断不能进去。”表示耶稣喜爱小孩，也接纳小孩。所以虽然小朋友还没长大不懂这些全部的事。但是父母亲可以为他做誓约告白，让他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归属基督，成为他的百姓。所以这个时候要请2位妈妈来回答我所问你们的。我们的那个投影片有没有这个小儿洗礼的礼文有没有？没关系哈，那你们就直接回答说相信就可以哈。好，2位妈妈，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吗？感谢主。你们要依靠上帝所赐的能力，将基督的真理与信徒的责任教导你们的小孩，祈祷好行为来养育他们，让他们所作所为都能遵照上帝教会的教导。你们愿意如此行吗？感谢主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一一来为他们做施洗。愿神祝福你们和你们的儿女愿神赐福这个可爱的小孩。我们要来为小朋友受洗，来，启南先站上来，站在这一格就好。对，好。陈启南，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们。好，下来，来，我们请妍妍，好，妍妍哈。陈妍妍，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们。好，可以下来。这个时候牧师来做宣告哈。遵照耶稣基督的命令，2位幼儿蒙接纳进入神的教会，成为未陪参的会员，有父女新约的恩典。今日这些幼儿的母亲亲自跟教会会众做见证，并分担责任来培育他们的信仰，直到他们接受坚信礼。我们一起来祷告。
谢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啊，带领2位小朋友，他们的妈妈，他们愿意在你面前誓约，要以主的话，以圣经的教导来教导2位小朋友成长，也将来能够为主所用，也能够加入神的教会，一起传福音，一起见证神的作为。求你赐福这2位小朋友，无论他们的读书、健康，以及亲子的关系，还有许多人际关系，都有神特别的保护，让他们在一生当中活在恩典中，赐福他们，让他们各方面都健康成长。我们奉你们的祝福他们与他们的家人，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感谢主，我们向后转一下，刚刚已经拍完照了哈，我们有小礼物要送他们，来，我们教会有小礼物要送他们，来。感谢主，好，感谢主。好，那拍完照了哈，刚刚有拍完全合礼照了，来，我们请慢慢回座，慢慢回座，恭喜恭喜！哎，有礼物吗？哎，刚刚要送礼物，来，小朋友，你送礼物拿着，来，拿礼物来，慢慢走，慢慢走。好 ，OK， 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时间不很多，我们就进行我们的圣餐了哈。我们现在预备要唱这首诗歌，我们请同工帮忙来带这个诗歌。宝贵时价，我们一边唱一边请小会员来准备了哈。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架上的至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可贵十架的恩使我生命最可颂我最可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阿们，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属于他教会按照规矩领圣餐的，一起来守主的圣餐。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凡父所赐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感谢主，愿神赐福每一位。当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所教导的。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他说：“保罗所传述的，当日传给你们的，是从主领受的。”主耶稣被卖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你们每逢喝这饼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当主耶稣被卖那一夜，有拿饼祝谢，我们一起来奉他的名来感谢上帝。主耶稣，我们现在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了纪念你永远的记忆，求你让我们用谦卑的心来领受圣灵的差遣，让这些饼跟杯分别为圣，让我们领受这些，来有份分享你的身体和宝血，在你的恩典中得到帮助，使我们在灵里面得到培育，也在你的恩典中成长，荣耀你的圣名。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圣名祈求，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我们要请小会员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圣餐。
今天有受洗、坚信你信仰告白，都一起来领这个圣餐哈。感谢主，我们领到这个2合1的圣餐，我们可以先把那个薄膜，透明那个薄的薄膜，把它拉开，把饼放在手上，然后我们在心中做祷告，用感恩的心来领受。就像我们在讲道里面所分享的，因为我们纪念了主耶稣的受苦，我们领受这个圣餐，就证明我们跟上帝的救恩是有份的，我们是属灵的继承人。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当你有心中软弱，或是病痛，或是有心中的所求的，就跟神祷告说：神啊，借由这个圣餐，证明你的能力跟祝福，也求你将你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见证神的恩典。感谢主。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我们在外边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到我们的长老，你就可以跟他摇摇手哈，来领这个圣餐。还没领到的可以摇摇手哈，我们可以马上知道你在哪边。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当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再问一下，有没有谁没有拿到的，可以举个手。感谢主。我们先拿起饼，我们一起拿饼。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的，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一起来领受。接下来，我们可以把铝箔的那一层把它轻轻的撕开，我们要一起领受这个杯。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用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每当喝的时候，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我们一起来领受。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愿主耶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我们一起来感恩祷告。天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的新朋友，我们的新家人，跟我们一起领受这个上帝桌上的宴席。主，我们的这个杯是主耶稣为我们受死所得来的恩典跟记号。愿我们领受这些，不只是在属灵上得造就，让我们信心更加的加强，也让我们决志要跟神有更密切的关系，得到神从天上来的祝福。也让今天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有的还没有加入教会的，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个属灵的恩典，我们有机会能够接触这个信仰，一起加入教会，让我们成为一家人。愿神的赐福在我们的新朋友还有我们所有的家人身上，让我们在一生走在神恩典的道路，为主来做见证。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时间很宝贵，我们现在
请执事开始来收奉献，开始来收奉献。牧师也一人做小报告哈，就说我们今天的奉献呢，有纸袋，有装在纸袋的，是为圣餐的奉献啊。我们一般的奉献放在布的奉献袋里面啊。等一下我们来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并肩，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会众请坐。我们请翻开周报的最后一页，本月的金句，翻到我们一起来阅读。设使无信，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11章6节，我们再一起念一次。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11章6节。接下来我们翻到周报的第2页。下周主日的分工，主理是夏文学牧师，司理是陈满竹长老。第3页的部分，上周、本周各项聚会的聚会讯息，请自己看来阅览。我们翻到周报的第4页，第1大点，本会今日礼拜欢庆主日为圣餐及洗礼式。今天有第2堂有20几位的家人加入我们富强教会的大家族。请各位弟兄姐妹继续为这些受洗的人代祷，求主坚固他们的信仰，成为基督的门徒。第3小点，今日除了主日奉献以外，也同时有圣餐奉献。今日刚好是总会退休牧师、传道师奉献的主日，本奉献款项将存入宣教专账，再拨款作为退休牧师传道主日的奉献。会友就依自己领受的恩典来斟酌奉献。好 ，OK。
第3大点本主日为代降节第3主日，请弟兄姐妹们以灵修祈祷的心来迎接主的降生。第4大点，本会定在礼拜六12月21号举办圣诞慈善2手市集，请兄姐踊跃参加。第5大点，本会各单位圣诞节庆典事工，约书亚牧区举办福音晚会，定在12月20日星期五的下午6点，在教育中心地下1楼跟敬拜中心来举行。第2小点，主日学定在12月21号下午2点到4点半进行步行社区的报佳音。下主日12月22日举办救主圣诞敬拜礼拜，2堂合并，从9点开始，由圣歌队主日学还有管弦乐团联合献唱圣诞的清唱曲。再来第7点，代祷团第51期的中保代祷事工开始报名，欢迎有兴趣的、有感动的兄姐来报名，在1楼的公布栏可以登记您方便的服事时间。12月27号礼拜五的晚上7点50到10点10分有年终祷告会，欢迎兄姐预备心来参加。第8大点，比较重要的是，今年的会计年度即将结束，为了方便会计的作业跟年底结账，在12月29号主日礼拜后要来关账，请各位弟兄姐妹还有各团契要申请账款的，还有一些奉献的，请尽量在下主日12月22号来完成。本会黄龙安弟兄的父亲黄喜元老先生在12月7号安息，享寿88岁，请为遗嘱来代祷。下主日我们看到第6页的地方，下主日因为2堂礼拜合并举办，爱心午餐暂停供应1次。在下面的部分，我们的50喜年祷告的树见证集第2集邀稿，请有感动的弟兄姐妹将您感动的事项跟您的见证的事情描写下来。如果说你不方便来填写的话或书写的话，你也可以将你的见证录音下来，我们会有人帮你做善写誊写的工作。以下其他的这个肢体交通的讯息，请我们自己来阅读。那我们翻到第8页。奉献征信，如果说您的奉献金额有出入的话，请跟财务部来做更改更正。我们请牧师补充报告。我们时间不够，牧师来做一个整体的欢迎。我们名单可能没办法一一念。我们今天有好多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我们就一个家庭一个家庭来做介绍。我们再次欢迎我们的叶玲琴老师的。2个系统的家人，一个是在中华医大的刘院长、李淑菊老师、吴龙杰老师，还有他们的家人，我们一起站起来欢迎他们，好不好？欢迎他们，还有亲戚朋友，还有孙子子女，欢迎你们，好，谢谢。再来是我们的宛如执事的家人，我们再欢迎你，也欢迎我们的程燕的姑姑站起来一下。程燕的姑姑，欢迎你。好，在那边，在那边。这个淑玉姐妹的还有家人来2位淑玉姐妹的家人好。再来是我们的曾义凯在哪边？义凯曾义凯，女孩子有另外写一个名单，有在哪边？先出去了没关系。好，再来是郭慧雅，是不是？慧雅姐妹，好，慧雅姐妹，是义军的家人，是不是妹妹再来是我们的义德的家人，吴义德家人来欢迎你们。这是蓝子琪，是不是？子琪，蓝姐妹姓蓝的兰花的兰，我们萧山的亲人有没有？先离开了吗？好，在哪边？先离开了 ，OK。再来欢迎我们的嘉宇的
同事，同事，我们的薛雅，这个名字记不起来，薛姐妹在哪边？欢迎你。她是佳瑜的亲人，有4个，有没有在这边？佳瑜的亲人先离开哈，好，时间不够了，对不起。还有我们的姬淑静，有没有在这里？也先离开了哈。再是张玉婷，有没有在这里 ？OK， 哇，这个名单算不完了，抱歉没有办法一一介绍啊哈。但是重点是很欢迎你们。第二个，有空再跟你们的教会的家人一起来参加教会哈。最后一个也提醒，下个礼拜是9点做礼拜，9点我们是联合的圣诞的礼拜，欢迎大家参加。还有一个邀请，这个礼拜六再来礼拜六21号，我们有一个圣诞大市集，是二手货的哈。我们大家都来，一起来赞助哈。我们来做结束，谢谢。我们请会众起立，一起来唱颂荣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称颂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会众请坐，请继续站着。我们请夏牧师来为我们做祝祷。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赐福以及圣灵的相通保守，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尤其是新朋友、新家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阿们。我们请坐来默祷闭会。